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4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宣布讲，以色列甲伊朗跟同意暂时停火，对台湾时间今仔中昼12点开始。之前台南有议员表讲，警方毒品快台试剂拢过期了。上新的统计嘛指出讲，今年有63件食毒赛车，因为检验未符，无法度处罚。台北市现代掠到卖倒的嫌犯买印假钱，采购12000多张1000块的假钱，结果是掠到9个人以上发办。来关心伊朗政策上新的发展哦。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宣布讲，以色列甲伊朗已经同意暂时停火，对台湾时间今仔中昼12点开始。较早进前哦，伊朗嘛针对美军伫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射飞弹，卡达是表示谴责，嘛发动攻击。佢讲已经成功来阻止伊朗的飞弹，嘛无造成死伤。国家电视台发布的影片，会当看到飞弹发射攻击美军伫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卡达半面是出现一阵一阵的火光，无远远的所在，阁听到爆炸的声音。这是伊朗对美国空袭核子设施的报复攻击。伊朗军方讲是破坏性真强，而且威力是真大。受到德黑兰的街道，有真侪民众拢去街道在庆祝。不过，就伫咧攻击了后无偌久，美国总统川普伫咧因家己的社群平台宣布讲，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同意暂时停火，台湾时间24中昼12点开始，伫24点钟来分阶段来全面停火，但是双方拢无随来确认停火。拜日透早伫咧德黑兰，共款是传出真侪爆炸的声，和伊朗攻击的卡达是透过外交部强烈谴责。تدين دولة قطر بأشد العبارات الهجوم الإيراني الصاروخي على قاعدة العديد الجوية القطرية. هذا الهجوم يمثل انتهاكا صارخا لسيادة دولة قطر ومخالفة لمبادئ حسن الجوار ويمثل اعتداء على الشرع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在卡达的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讲，伊朗这个举动应该是象征的性质。川普后壁发文嘛证实讲，伊朗已经提前通知发射飞弹，佮考说伊朗的正式回应是真软正，一切拢是伫咧因想的安尼。卡达事情就关联空，伫拄着空袭了后，包括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拢先后宣布讲暂时关联空。法国外交部警告讲，这个举动会造成中东的局势危险升级，或者嘛分析伊朗攻击卡达的原因。They chose Qatar because Qatar hosts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st big, the American base there. It has the longest runway, and it has been key, to the operations. Whether in Afghanistan and in Iraq. 在伊朗报复攻击了后，美国三大指数颠倒是出现起伏，搁再油价是继续大落。美国原油期落幅是超过7%，从4月初以来一天上大的落幅。美国副总统范斯伫受访的时阵强调讲，敢若用小可伤亡的代价，就成功摧毁伊朗的核子计划。佮讲，若将来伊朗佮想要来制造核武器，就会面对真强大的美国军队。公司新闻地位人编译。以色列伊朗甲美国的攻击哦，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即卖已经要收煞咯，也毋过是阁有真侪风声甲变数。目前哦，上新的消息是，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早起宣布讲正式停火，主要是啥物原因促成这场拍12天的战争有收煞的可能？今仔解播新闻来就请义珍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川宣布以色列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伫台湾时间今仔日中昼12点过，双方会分阶段停火。24点钟内，这场维持12天的战争都会正式停战。上新的消息，伊朗的官方媒体是已经宣布停火啊，那以色列这边呢嘛答应这个停火协议。
论军来讲，伊朗的行动看起来是无想要战起来。自美军去帮伊朗的3核设施，伊朗反击轰炸伫咧卡达的美军基地。那轰炸进前咧，伊朗煞是先去通知美国和卡达，所以外界都认为伊朗的反击确实是为着要顾面子，行一个形式尔。而且中东国家咧是已经对咧开放空袭，这听证的消息应该是真的。拢讲中东的局势真危险，一波大差可能就会造成大规模的冲突。做伙来看伊朗这边。以色列会攻击伊朗源头，都是伊朗的核计划。以色列目标都是要把伊朗的核设施拢毁掉。美军嘛有出动装地炸弹去帮伊朗的核设施。虽然外界拢传讲美军敢若碰着空壳，伊朗早就甲原料转移啊。伊朗是原来有材料会当继续发展核武。不过若真实战落去，落水白白沉，全部当头轻，对伊朗来讲绝对是无好处。伊朗先开始是无落软，佮放掉要封锁荷姆兹海峡来威胁美国。这个部分呢，嘛去互美国抢倒转，因为这条水路负责运输全球2成的石油。那伊朗的马子中国，因进口的石油大部分都是为遮来的，而且伊朗的石油主要都是卖互中国，所以封锁海峡唔但会去得失着中国，嘛会害着伊朗因家己。伊朗是更较无可能会安尼做。讲到石油，较早人拢讲中东若开战，上惊石油会起价。不过即届冲突，这石油颠倒是落价啊！因为美国这早就已经是全球上大的产油国家，嘛较袂惊伊朗的战事会影响到能源市场。尤其自伊朗以色列发动攻击以来，伊朗有几内军事高层互暗杀，甚至传讲有斩首的行动。伊朗的政权倒台危机就愈来愈严重。若阁继续拍落去，国家的实力嘛会愈来愈歹。照川宣布的停火计划，台湾时间今仔日中昼12点，伊朗会先停火。按下暗6点换以色列，明仔载是6点，战争就会正式结束。川嘛呼吁双方唔通反晓，害情势变阁较严重。以上就是今仔日解剖新闻，咱甲时间交登去互主播。感谢伊真哦，咱来看，进前有议员表讲，台南的警方使用毒品快台试剂拢过期啊，佮传出讲统计嘛，显示讲今年到达是有63件，因为验尿报告上过慢哦，有结果，所以未付稽发。市警局嘛表示讲，即摆经全面来清查过期的毒品快台试剂，会来销毁，针对检验的报告，嘛来加强管控。毒品快来试剂包装盒仔机含胶机框技术10月31已经过期。地检担市议员林彦竹批评警察局竟然有7600瓦机过期，比例超过45%。这阵佫爆出今年到单塞车食毒案件济无开单。就是你到了尿液已经检送回来了，结果呢你没有开单举发，有63件。经过了解，多数拢是因为药的检验时间超过2个月的法定时效。地数案件无度开，议员批评这哪是互食毒塞车的人继续伫外口拍走。伊讲第9条的第90条规定，毒驾应该伫2个月来举发。这阵交通部来问讲，通知药检结果出来才算，引起法律适用的争议。伊建议通甲法修较明确。你说明出来，你无要去修法，啊，你就要叫警察去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啦吼。伊的明显有规定哦，你会当用试剂啊，检验了后做一个采罚，但是你唔敢做啊，你实务上你拢搁要验尿啊。我咧查的时阵，你已经50天内底你尿拢还未验的，啊，这个尿上去验到好个，能够很精准的判断，那么就立刻移送。不要忘了，毒驾它真的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警察局回应，目前已经全面清查过期的快台试剂，会回收销毁。针对无举发的案件，嘛讲会强化参卫生局合作，药检报告按算伫咧2礼拜内完成，特殊案件会优先处理。驾案件尿液之送验、领回、移送及开单举发等，均有期限天数之规定。本局将加强管控，避免再有逾期举发之情事。食毒塞车造成真侪社会悲剧，明代呼吁市府一定要改善试剂管控，嘛建议市府要买针对毒品的快台试剂，避免一直发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咱国内哦，又搁出现假钱，台北市现代侦办一件卖毒案哦，发现讲这香花买印假钱，查扣12000外张1000块的假钱，计共是掠到9个人以上罚班。警察庄副武总是开始攻坚敲锤。你讲物件放伫你家啦，我来带来伊来摕。面对警察吹过来，总是拒绝配合，但是出来互敲出一大堆1000块的。
我们从这个箱子里面找到一大箱的假钞了哦。公铁行李箱啊，只是塔甲敢若山，但是内面装的拢是假的。警察进前是分几啊路，伫湘北和新德等所在是查到几啊个不法的据点，一个去抓到假钱集团。共计查获柯姓、吕姓等嫌计9名到案。现在查获的这个伪钞共有9组的序号。那恐怕已经有部分已经流入市面。1000块的假钱菜碗刀，敢若是扣案的成品都有12000多张，嘛查扣到空气枪和各类的毒品。警方接到证据，将找乌道卖毒案，一查竟然发现讲，这嫌犯嘛涉及做假钱，少年煞掠到9个人到案。还是可以看到这是1000元的字样，跟伪钞的比起来，伪钞的部分还是会比较不清楚。另外，他为了大批制作，所以有些会看起来比较粗糙。真的假的比一个，若无斟酌看，钱是真的还是假的，真歹分辨。原来嫌犯早都有相关前科，这摆佫开始做这道，甚至是做甲比进前佫较真。不过警方提醒讲，只要1000块出现这高组的事号，都要提高警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常常有人因为公车捷运的破坏者冤家相骂，立法院初审通过，甲破坏者改做优先室，让做的对象嘛改做有实际需要的人。交通部嘛表示讲，因会配合来修正大众运输工具的标示。不爱做小孩子不能做。那没关系，那我们到你们学校去问你们校长。高中生因为坐伫破坏者无认为互穿红衫妇女连甲扣出来，这是顶日啦发生伫咧公车顶的冲突。因为破坏者的问题，造成长辈和少年辈冤家的情形不时拢会发生，这也互民众对破坏者3个年有无同的感受。因为有些人看不出来他不舒服，那所以先改那个也没有不好。不认为说人家一定应该让。不过，只是如果每个人能够有一个善良的心，看到人家真的有需要，让他们自己心甘情愿。为着要减少类似的争议，立法院维权委员会8日初审通过，甲破坏者改名做优先室。另外，牌仔说明的部分也由原本的老人、囡仔、行动不便的人，修正做其他真正有需要的人。卫福部认为社会就应该爱互相斗相共、互相照顾的精神。卫福部绝对支持交通部的一个设计，特别是在把博爱座扩大为优先席，我想这个部分是更加的能够代表我们社会爱与包容的一个现象。只是我觉得要有纷争，其实改什么名字都是会有的。我觉得还是博爱座比较好，那个名称听起来就比较温馨一点嘛。针对是不是要改名，民众有无同的看法？有民众认为，不管是要改做破坏者，也是优先室，加强教育和宣传，这是上重要的。卫福部也表示，未来会伫公共运输顶悬加强广播，提醒民众甲为让予有需要的人。另外，这个优先室的设置比例修法也定出来，袂当比专车座位数的15%更较低。希望透过制度和观念的推广，换来更较侪体谅和包容。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再来看最近长啊病毒的疫情在炭烧，全台湾的重症是有7例，其中5个是红婴仔，已经4例死亡了。云林县即马有188班因为长啊病毒的停课，所以呼吁家长跟民众都爱直接洗手，减少感染的风险。随着幼儿园的囡仔洗手，要建立正确的洗手观念，以降低感染风险。近期长病毒疫情有升温的现象，全台长病毒重症病例累计7例，其中有5个人是红婴仔。虽然目前云林县还未传出重症病例，但今年已经有188班的班级，因为长病毒全停课7天。云林县目前为止肠病毒通报的重症是0例哈。那不过虽然是0例哈，那我们停课的班数哈也达到188班哈。卫生局就讲，长病毒不只是囡仔才会感染，其实大人嘛会，只是症状无遐尔明显。呼吁大人嘛要共同防范，避免将病毒早回厝传染给囡仔。另外，一对北港镇去年有发现埃及斑纹的水厝，今年经检测嘛是持续有发现，会加强清消，防止天高热。民众还是要主动积极来做一个病媒自生源的一个清除。我们也针对5月底前也查核了210个村里，清除325个积水容器，来防范我们的登革热的病媒的那个滋生。温管局表示，为了防止天高热，会来稽查加护积水的容器顶资讯来源，针对被查到的资讯处开立改善通知书。如果经过复查无改善，将以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和70条规定，
采取3000块至15000块的罚款，呼吁民众共同配合，防治天狗热。公司新闻王雄为你报道。再来看台中一间市立高中有2个学生全国科展头名，消防检举讲涉嫌用抄的。科教馆是认定讲部分的内容引用的资料无注明来源，违反研究伦理，决定要撤销资格。其中有一个学生今年是以翻新计划录取台大医学系，台大嘛表示讲会搁开会来讨论。看老师的手好了。师生做阵翕相，庆祝学测第2阶段放榜的好成绩。台中一间市立高中2名学生参加第64届全国中小学科展，相关的研究得到第1名，但是事后向检举内容涉嫌抄袭。科教馆23号经过专业审查会议了认定，2名学生有研究知识，但是伫咧数据收集甲处理全国科展作品说明书甲国际科展研究报告内容部分，引用资料无注明出处，违反研究伦理，引起了议论。我觉得如果就是有用一点其他的想法，应该还 OK。可是完全模仿抄袭的话，有点太夸张了。如果说老师他最后还会再审查，或者会再 review 一次的话，老师确实是应该要尽到这样的责任呐。科教馆决定撤销奖项，甲4.5万奖金追倒转来，2名学生甲指导教师禁止参展1年。台中市教育局甲校方拢表示尊重，强调未来会加强参展师生的学术伦理甲研究知能。避免这款的代志搁再发生。有2位参展的高中生作品疑涉有不当研究情事，因学术研究有其专业，教育局尊重科教馆审查结果，并已督促学校尔后加强参展师生学术伦理及研究知能，避免类似情形再次发生。日前台中一间私立高中的学生叶疑是因为放榜学习离场，去几多间大学取消正处的资格。人本教育基金会认为，台湾升学主义以分数为主的观念，并无因为多元立学的管道来消失。学生排着外界叮当的压力，校方应该负起辅导责任。我们一定要改变那个以成绩分数为挂帅的这种观念，大人必须要站在一个辅导的立场，这样子让我们的学生才不会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去争取成绩。去全国科展取消奖项的其中1名学生，以翻新计划考调台大医学系。台大校方23号表示，有接到相关的检举，后续会召开会议讨论该生录取的资格。公司新闻台中报道。立法院进前通过在野党提出的2028年中华袂当搁用土团的决议，今仔是有来国民党的台中市立委开记者会，要求讲政府得爱依法来行政。也毋过台电进前捌表示过，本地按说2034年底会当来达成，若要提早到2028年咱国内恐惊会欠电。怒火中烧，我们站出来。两个国民党台中市立委排座会伫立法院开记者会，因为进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团提出的2028无面中会决议，啊毋过台电认为无可行性，互两个南委批评政府无愿意依法行政，继续牺牲中部人的健康。中火在我的选区，台中人不是能源政策的备胎，若未彻底的拆除机组，无法真正落实减煤的目标。能源不应该过度的集中在单一的这个发电来源，更不应该完全集中在台中。这个不只有害健康，而且违反了我们国家安全。南委共同去宣传广告以外，也指控为核三厂治核机独役了后，台电用火力发电来填补核电缺口。台湾有6城小土团发电集中伫中部，加做互民众用气发电。不过，民进党台中市立委何心存质疑，两位南委目前拢面临罢免危机，即马减持中会，敢若是为转移焦点。中国，我们也希望燃气基础今年赶快上场，然后呢可以尽早的无煤化，但是要务实可行，而不是沦为政治的提款机。台电进前指出，中会无煤时既定计划，上半伫2034年底达成。若要提早到2018年，恐惊出现供电缺口，造成全国电力系统袂振袂动。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去年立法署公务员洪霸凌行地路，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立法院今仔是三读通过公务人员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明确来定义一场霸凌。那机关首长也是讲一级主管，互认定讲一场霸凌成立，上济是罚款100万。条文修正通过。
在调研的支持之下，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推甲公略，宣布三读通过修正公务人员保障法部分的条文，明定工课场霸凌的形态，甲定出纠治申诉处理的机制，也有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我们在去年率先提出了公务人员保障法的修正条文，希望借由法律明确的授权，让对没有办法提供公务员好的安全卫生防护条件的，必须要有法律制裁的处罚作为后盾。2024年11月份，劳动部标出姓吴的公务人员去向霸凌行底路的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不过，这个事件的初期却无去向看作是违反公务人员保障法。这个三读条文就明定，无论是提出建议或者是申诉的人，若是受到不当的对待，安尼负责人就会面临3万至75万的罚款。而且，在了解工课场霸凌的情形，却无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会当搁罚3万至150万。甚至机关的首长或者是一级单位的主管，若否认定是工课场的霸凌者，上当会当罚到100万。所有的权势霸凌必须有效的防堵，这是前所未有的公务体系的一个大要进。当然，后续还有公务人员的考绩法相关的配套，我们都要对于霸凌者施以必要的罚则，让霸凌者受到应有的制裁。另外，条文内底嘛明定，公务人员的机关若无提供相关的防护，致使伊的性命、身心的健康受损，会当申请国赔。嘛放令下用的范围，包括政务人员、民选公职等等各种依法令执行公务的人员，不过无包括医疗机构甲公立学校。这个修正的条文会为公布了后的6个月来实施。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以色列甲伊朗暂时停战哦，台股今仔收盘嘛起破22000点，但今日嘛公布5月份景气的调查哦，制造业、服务业佮营建业拢淡薄仔落。有学者嘛分析指出讲，台美关税的谈判最近哦会有结果，台票换美金哦应该会当较稳定咯。今年的 GDP 嘛应该会当保三。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局势变化真大。台湾时间透早6点传出停火的消息，市场受到鼓舞。二是台股早盘开悬，上悬捌到22200点，台票嘛起3.4分。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的介绍，嘛为昨收盘70.52块的美金，落到剩60几。要霍姆兹海峡没有封起来，没有封起来，其实对原油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就没有那么，包括卡达的天然气啦，包括伊朗啊、阿曼啊，他们的那些油就可以运出来。目前这个危机看起来是已经解除了，不管布兰特原油或是西德州原油都跌了7%。台经院公布上新景气动向的调查，5月份制造业、服务业甲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是拢落，制造业已经连续4个月拢落，那服务业甲营建业是连续5个月走弱。7月9号，我认为不会有明确结果。有可能像你讲的10%再往上修，如果你不赶快来谈的话，那我要再加，又有点像中国这种情况。从4月9号到现在，他们关税也收了不少，比如说今年大概比去年同期增加46%，确实关税增加，他们财政收入有帮助，但是确实也可能对于刚刚我们孙主任提到第3季的 CPI 造成一些压力。有关国内经济成长率，学者预估，顶半年因为出货量较大，带动 GDP 成长差不多5%。强调关税、汇率、甲战争发展的态势豆豆明朗化，2025年 GDP 有机会会当保3。公司新闻台北报道。8月要举办核三厂停放的公投，全国废核行动平台今仔是请地质专家来评估安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讲，恒春核三厂有活动登山通过，是一个真少年的地质咯。甲迄厂、甲迄厂比起来，是一个愈危险的核电厂。台电嘛表示讲，伫公投进前哦，因至少会来开5场公开的说明会，互民众有法度来做出判断。核三厂今年5月2日，台湾正式进入废核加园。不过看到8月就要举行核3重启的公投，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是找国内有名的地质学家，伫公投举行进前，甲民众说明核3呛地动的风险。全世界没有一个核电厂，它有活动断层通过，它的岩盘有这么年轻的岩盘，而且是活动的岩盘，所以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
堪忧的就是了哈。如果用台湾来讲，相较于核一、核二来讲，它更危险的一个核电厂。地质调查跟完整的这个耐震评估一定要落实到这个补强的工作。可以预期的是，这个补强的工作一定是在微主体里面高辐射量的区域里面进行，那衍生的这个时间跟费用一定是相当庞大，不排除会比新建的核电厂还来得贵。学者指出，讲恒春断战线直接是软过核三厂的厂区，离关键的核岛区仅1公里。另外，伫挖核岛区的岩盘是有断战间的大含绕凹的构造，等于核三厂是伫一个构造真活泼、地质条件无稳定的区域，会当看出核三厂的选址是有真高度的地质风险。另外一个学者是提醒讲，核三厂都要全面检视结构的安全性，评估伫低档的强度之下，设施失效也是灾害的几率，上尾才决定讲，要进行补强，还是其他因应的措施。3大共识就是安全就是最重要，那核废料怎么处理，还有就是大家社会的共识是如何。执法如果定出来之后，那需要台电去检查的项目，那台电才能够去做进一步的去评估。台电表示讲，核三厂未来若要停课，必须要考虑到安全性这个原则。不过，伫咧核三停课公投投票进前，对8月初1开始会先举办5场的发表会，还是辩论会，互民众更加了解核三停课的正反方的意见。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桃园的大溪最近出现亲像中共的文宣品，内容写讲庆祝台湾回归，民众是感觉真离谱。大溪分局接到报案，嘛展开调查，已经锁定特定的对象，嘛请桃园地检署来指挥侦办。甲批桶开开，看到内底一张宣传单，内底竟然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这是桃园大溪中华路巷仔底的徛家，差不多每一户拢有收到。有的人感觉真无聊，嘛有人是赶紧报案处理。我这上面看到标题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没有很完全的看完里面的内容，觉得蛮无聊的啦。检查每一家敲门看有没有收到那个信，这边跟后面都有，所以一得回去。这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告的传单，内底写庆祝台湾回归、换货币、甲土地相关的规定，亲像1万块的新台票、换1块的人民票，土地甲厝拢收归国有，老岛无老人，还佫有写少年的查甫都爱服5年的劳役等等。这些住户大部分拢感觉这张传单的内容实在是伤罕。本分局经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特定对象，目前正扩大侦办查证身份。将报请桃园地检指挥。针对徛家的批桶去互囥那像扰乱社会特殊传单的这个案件，大溪分局已经锁定特定的对象，扩大侦办查证身份。若散布谣言或者是不实的言论，就会依法来查办。公司新闻桃园报道。花莲溪出海口是国家级重要的湿地，这2冬附近煞出现民宿。环保团体2023年开始向花莲县政府检举。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因有经过申请并无违法。也毋过，环团嘛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生态。对空翕机的角度，会当看到一栋长得起的超大建筑，就安尼徛伫花莲溪出海口的正花。工程告示牌顶悬写讲要起餐厅和民宿，但边仔都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互环团是真烦恼。它离海岸应该是不到100公尺，主管单位居然可以让它通过。另外呢？它旁边花莲溪口，我们知道说是全花莲境内唯一一个国家级重要湿地哦。然后根据湿地保育法呢，这个500公尺内你要新建旅馆的话是要做环评的哦。这样环团在2023年开始就向花莲县政府来检举，但是县府解释讲，这个土地是风景区并种的建筑用地，目前建筑的量体规模等等拢符合规定。山坡地嘛有申请水土保持计划，业者申请的是民宿，不是饭店。它的这个4层楼，那主要是1到3层楼，它是做这个餐厅使用。那第4层楼，它是做这个住宿使用。那当然，这个我们初步也了解它没有在这个花莲溪口我们国家湿地核心区以及它湿地范围内，所以说它在环境敏感的部分它是在这个湿地范围外的环团强调讲，这花莲的海岸线最近几年侵蚀的状况是真严重，未来若是发生危险，敢讲搁要去用公家钱来替业者来修复，但对争议业者拢无回应。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屏东的潮州高中110年就申请要起防护球场，互学生落雨天嘛有所在通拍球。也毋过经过4冬外阁还未全部完工。学校是真无奈，讲起拄着疫情欠工等等的状况，嘛换过3间厂商。目前已经有新的厂商接手，要拼9月全部完工启用。一座一座起悬悬的棚仔，顶面拢是太阳能板。放伫棚仔骹的图表示有咧动工啊！这1900外坪地，拢是屏东潮州高中的风雨球场。工程对110年启动，原底按算1年就要起煞，想袂到今年的114年才完成3座篮球场、掺2座的天尼斯球场，阁有3座排球场、1座打击场，甲1座空地也未用好。潮州高中的学生表示，实在是起淡薄仔久。排球、篮球和网球2年以上了吧？盖得有点慢，就是像我们高一进来之前，像篮球场还没盖好，然后我们差不多快高2的时候才盖好吧。校方无来表示，工程才签约了无偌久，就拄着疫情问题，建材全部起价，阁欠人，造成规个进度去拖着。4冬来这项工程的厂商嘛，已经换过3个施工团队啊。有新的厂商愿意接手，校方表示真感谢。有针对原本适用的厂商开发超过1000万。公司他们的一个分包厂商都有一些交接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不是我们学校可以掌握的。那我们希望说他们能够积极的处理这一部分。太阳那么大那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可以遮阴的地方，那避免学生因为中暑、热衰竭等等。主任讲，目前已经有开放2座天尼斯的球场，甲3座篮球场使用。新的厂商工程按算要伫今年10月才完工。不过校方表示，会甲厂商参详，希望速度较紧的，互学生囡仔伫9月新学期开学的时阵，就会使使用到这个球场。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南北河的山内甲比互检举讲违法挖山内设停车场，佮违法进行动物的展演。最近有囡仔去互马咬伤。台南动保处嘛表示讲，会依照动保法来处罚。这里局嘛要求业者要爱伫2个月内开放附近的树林甲食物。主打亲近自然，听大自然声音。伫台南北河水库做来水保护区内山地咖比，吸不少游客来打卡。毋过煞被检举违法开发。开山边起停车场，甲无动物展演许可，最近佫传出有囡仔互马咬伤，安全甲违法问题佫引起关注。开过至少2-3次记者会，可是发现业者这个胆子越来越大那胆子越来越大，我们严重质疑是谁在撑腰。今年4、5月，环团佫发现业者涉嫌收钱，互游客骑马，无充足防护设施，互人看甲是心惊惊。但市府动保处表示，已经违反动保法，会依法开发，至少5万起跳。然后再卖胡萝卜都怎样这个行为。那当然这样的话，他还没有取得那个许可之前的话，他去做这严厉行为，我们当然依动保法，我们会给予开罚。环团真侪摆现勘了，佫发现停车场面积愈来愈大，业者佫将烟熏废弃物向山坎内底拼，要求中央主管机关督导，但市政府依法处理。市府调查发现，早伫107年已经罚过业者，毋过最近佫定来。未来我们也会针对这些比较违规的乐区去做一个卫星影像监测的部分。台南水利局表示，因为业者是再犯，会限期2个月内恢复原来样貌。另外，因为勘涉私人土地，目前已经由保安警察总队调查。动保团体是建议中央主管机关除了爱强化稽查，也爱公开非法甲违规名单，也有处分的结果，才阻止动物展现的乱象。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彰化县有将近1万只流动狗仔，收容中心干来当收200只尔。县政府今年嘛委托2个团体，要帮2300只狗仔甲因绑起来来控制流浪动物的数量。收容所内底拢是咧等有缘人认养的狗仔，
中华县的动物收容中心会当收大约200只的流浪猫甲流浪狗，但是县内有将近100只的流动猫仔甲狗仔，不时也会传出流动狗虐人、伤人的意外。中华县今年委托民间团体办理 TNVR 计划，希望透过绝育手术控制流动猫仔甲狗仔数量。去年甲前年吼，拢平均拢有节育这流浪狗，大概拢有2300几只吼。那阮今年的目标嘛是爱超过2300只吼。中华县政府透过这个 TNVR 这个计划来对这个流浪狗来做节育吼，减少伊的狗继续生团。中华县为2019年开始办理 TNVR 计划，针对流动猫仔甲狗仔做绝育手术、注疫苗，然后甲因放转去原本生活的所在。到去年底，计共有11469只流动狗完成绝育手术。不过，动保团体认为 TNVR 只是管理流动动物的其中一个手段。公园收容所还是要发挥它一个功能，在冲突比较大的地方，它还是要做适当犬猫的移除。比如说生态环境上面的冲突就会有影响。那个地方，它就要搭配就不只是 TNVR， 或者是交通问题，比如说它在交流道的附近，就是会产生更大的冲突的地方，它还是有它的优先顺序。动保团体指出，流动动物若牵涉到交通、生态这些问题，应该要有更较侪配套措施，必要时就要收容安置。现在中华县动物收容中心目前收容的量已经紧绷，县府表示会伫原本的所在起新的收容中心，甲收容量增加到450只。若顺利的话，预计明年会当甲工程冒出去。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来看宜兰县的梅花湖风景区过去常常一档拢会当超过30万的游客，也毋过去年只剩24万人哦。县政府是表示讲，已经有向中央来争取要建设宽湖步道，卖办活动哦，让游客来佚佗。宜兰梅花湖风景区停车场空影影拢无车，附近坐电动车的业者就表示，过去部分平常时假日游客拢真侪，迄时阵还佫定定出动警方来交通管制，即马煞看拢无。里面的内体的那种建设啊，可能也要再增强。它有几城？一抓从6城5城尔啦。骑电动车驶河是到梅花湖爱体验的活动，周边有真侪民俗咖啡厅用休困，也有船用坐，旅游模式是真侪款。不过，根据县政府统计，2022-2023每日游客人数拢超过30万人，不过去年煞只剩24万人。当地观光业者怨叹，今年顶半年游客人数也是无转来。因为在活动上的稀少以及活动的数量不够，所以才导致观光人数越来越少。来这边增加一些属于这个像音乐会啦，或者是说市集啦，是讲什么艺术类也好。有民在指出，这近一年无新建设，县政府也无办相关大型活动，是旅游人气落差原因。跟交通部光署来争取相关的经费啊，不过经过评估的优先顺序来讲啊，我们之前争取的部分啊，并没有获得光署的支持。县政府表示，去年梅花湖游客人数减少，是因为地动甲风台影响。未来也继续向交通部观光署争取西湖步道等新建设，佮评估今年这大型活动伫遮办的可能。公司新闻宜兰报道。英国最近有研究证实讲，空气污染甲失智症有关系。国内民间团体就呼吁政府应该铺设交通监测站哦，来管制移动的污染源，嘛要扩大立管，控制伊微微遗害污染物。击退失智大海啸，全民携手减空污。医界甲环保团体代表20早起联合开记者会，呼吁政府重视空气污染的问题。因为英国上新研究证实，空气污染有哪会提悬肺癌、心血管疾病风险，也佫可能甲失智症有关系。恐惊加做国安的抗衡。因认为失智是源自婴仔胎儿刚出世1岁，反而这个时候空污暴露，反而是造成伊80岁、75岁以后失智。中台湾神经学会理事长吴秀莲表示，空气污染已经让医界确认是14项应调整的失智症危险因素之一，也影响到甲食薰、油薰社会孤立者因素同款。
所以有必要减少空气污染，保护神经有风湿地。细悬浮微粒跟氮氧化物的空气污染物已经证实了会增加脑部的发炎，而且增加氧化压力进一步造成神经上的退化，而且认知功能下降。环保团体强调，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根据卫福部统计，国内失智人口已经超过35万人，而且对人口老化、失智人口也会每年增加。所以建议环境部的空品监测站应该增加交通测站，另外也应该设置纳米级 PM0.2沙尘的常态性监测，将有效监控加改善空气污染。公视新闻台北报道。高雄市环保局去年针对乌白蛋昏头是开出8000外张的罚单，罚超过1000万。其中有一个民众是连续2天互检举，伫90分钟内是拢中蛋15支的昏头，是罚8400块。民众甲乌托拜停伫左营这个路口，分一支接一支，食完就散手等伫咧路边。这个洗出来查甫人连续2天互检举乱蛋昏头，拢总15支。环保局考量时间、地点因素，最后并发开7张罚单，拢总罚8400块。环保局表示，去年甲打环境卫生的裁罚拢总有17000外件，其中以乌白蛋昏头占上济，罚款超过1000万。今年5个月案件嘛比去年同期加倍4成，开处5542件。裁处金额约698万元，今年至5月裁处2677件，约335万元。因烟蒂含有塑胶微粒难以分解，呼吁民众将烟蒂丢入垃圾桶或烟蒂桶，不要乱丢水沟或随意弃置，污染环境。若无法爱用家底下家己起垃圾桶啊。你知影昏头啊，袂当乌白蛋吗？袂使，会啊会啊，我知啊，袂使不钱。我袂大法啦。水北环保局有加强处理，嘛有甲店家合作，伫全高雄市656个所在放蛋昏头的粪扫桶，宣导昏头袂当乌白蛋。不过，咱行伫文兴路的人行道甲看，无论是水沟挂顶悬，也是车路边啊，四界拢是乌白蛋的昏头。有店家认为这是公德心的问题，爱对教育做起。还是要从教育啦，因为我觉得我们教育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我们教育是有点偏颇，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要缺少那种公德心啊，替别人想的心啊，而且觉得说自己方便就好。环保局强调，昏头的成分有塑胶粒啊，若是弹落去水沟底会污染环境，且民众一定爱担粪扫桶，避免危害环境，也个人罚钱。记者柯家珠、柯昭阳、高雄场报道。警方设了防治法实施3档警方协助受理8793个受害者，也毋过有受害者是指控讲，就算有申请保护令嘛无效。另外，个妇女团体表示讲，目前的警示法佫有真侪爱改进的所在，会搁来提出增加紧急保护令、受害者资料保护等4大诉求。挂乌人目镜甲喙暗，袂放认出来。这个防警总甲所教的受害者提出勇气出面控诉讲，因前同事甲伊表白，伊甲伊拒绝了后，去互对方报复，甲伊警总甲恐吓，时间有要到2年。就算警方甲加害者发书面的警告，法院嘛核发保护令，不过也是无法度阻挡伊警总甲所教的行为。指出这个小姐逐工是心惊胆吓。到地检署开庭时，加害人说谎，用其他说辞来解释，不承认因被我拒绝追求不成。检察官问我这跟性别有什么关系，认为加害人行为不违法，不算跟骚。跟骚法施行3年，只有裁定3件相对人治疗性处遇计划，缺乏对加害人的教育及辅导。警总所教防治法实施3年，警方已经协助8793个受害者，不过也是有真侪无够周知的所在。立委讲出警总所教法有4大问题，亲像保护令平均有34天的浪芳，对比加爆发的紧急保护令，只要2点26点钟就会发落来，明显是无够及时。另外，受害者摕到保护令了后，警总所教的人还佫会当透过甲受害者告，摕到受害者的告知。在保护令的申请，目前是需要先以申请书面告诫为前提的要件，才能够违反了才能够继续再申请保护令。而这样的一个设计呢，事实上是让行为人有机可乘哈。针对警总所教法构成的要件，甲性或者是性别相关的这项，妇女团体的观察发现讲，第一线的警察甲司法人员，若是无受过性别教育，可能会造成警察无要受理，或者是检察官无起诉的情形，互受害者毋知要安怎。
那如果没有接受过性别敏感教育训练的基层警察、司法人员，要判断与性跟性别有关，真的是比较困难。另外，科技类型的跟踪甲骚扰，并无放纳入去跟踪骚扰的8大形态内底。妇女团体提出诉求，跟踪骚扰需要爱有紧急保护令，受害者的资料嘛爱保护，加害者爱接受教育辅导。立委后续嘛会提出修法，让法令会当较周知。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最近真侪学生要毕业咯，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讲有9成的毕业生是真烦恼，讲找无头路；有8成的毕业生若有薪水无悬，阁无遐尼介意的工课，嘛会先去做。 24岁开庭是美术系毕业的学生，原先想要去高中做美术老师，不过拄着少子化，找无老师的欠，只好一个人兼几若份的头路。除了做代课的老师以外，佮兼做低影音和平面的码头，希望增加收入。因为伊讲伫台北这开销加厝租，就要3万块，根本就无够。我的模特工作或是自媒体，或者做起来，那搞不好有一天我搞不好走这条路，这样就让自己有更多可能呐。 开庭是为着要找找梦想，继续留咧台北打拼。读文组的招娣伊都无共啊，毕业了后就去行销公司上班，薪水干那3万2，互伊决定要转去故乡中立找工课，住厝里新厝租。台北开销大当然也有关系，因为我家人很反对我在外面租房子。最近是毕业的季节，大学生毕业开始找头路，有人想要留咧都市，有人想要转去故乡。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目前有9成的毕业生拢有就业焦虑症，惊找无头路。 创下7档以来历史新高，其中有8成6个大学生会因为焦虑，无愿意承受等头路通知的痛苦，甘愿去找一份薪水低、家己无介意的工课。人力银行提醒，安尼有可能愈做愈无欢喜。现在毕竟是缺工潮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大家毕业生不要担心说，那么不容易找到工作。人力银行也针对毕业生的梦想职业做一份调查，以男性来讲，第1名是 YouTuber， 第2名是电竞选手，第3是工程师。那女性的部分，第1名是作家，第2是网站的小编，第3是 YouTuber。调查也发现，有8成7个毕业生找头路进前会先去算命。人力银行是建议伫咧毕业的前半冬，就当开始先探听，先写好履历，看有啥物头路，有需要有啥物能力，投入时间准备，可能会比算命更较实际。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 来看台中市中区有地主地种地，所发现讲有亲像庙寺的建筑物，文资团体认为讲这是日本时代的好护国山台中市哦。市政府的文资处嘛表示讲，甲所有权人协商会暂时停工，嘛成立做暂定估值，半冬内哦，地来确认讲敢有文资的价值。 工程机构伫现场咧清理环境，也设立闪开这栋建筑，因为伊已经互市政府文资处列做是暂定估值。边啊无差，都遐莫家己当也有来看，我也有来看，要整理遮个有诶，整理诶。台中市中区这搭巷仔内，当咧拆铁厝甲整理环境，立一通报发现这个哪像是庙寺的建筑物，市政府2日也来到现场会勘，文书团体判断讲，应该就是1920至30年间所起的护国山台中市的附属建筑。经过比对1911年的地图，台中市的大殿就伫迄边啊。 其实我们透过历史100年地图啦，或者是说台湾总督府档案的这样的资料库系统查询，其实这些都是开源资料。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说叠图之后发现说，它其实就是位在这个街廓的这个地方。 市政府会勘了后表示，初步来看，就是日本时代的建筑物，和所有权人协商了后，同意暂时卖甲叮当。也毋过因为现场工程要咧进行，有互人破坏的疑虑，所以启动暂定估值的程序。 目前判断的话，它应该是属于护国山台中市的部分的那个建筑物之一啦。我们现场看它的，因为它是砖造跟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那个建筑物，所以应该是在2战末期的部分，然后新建的房子这样。 文资处表示，初步了解建筑部分的结构是用钢铁、红木头所起的，判断应该就是后来才加起的。也若年代甲用途，要搁来进一步来确定，也会送去台中文资审议委员会，半冬内会当确定敢有文资的身份。公司新闻台中报道。今年的金曲奖有侪侪风格台语作品入围，台语台这礼拜会有专题报道来了解哦。咱今仔要先来看今年入围台语最佳男歌手顶4个奖的杨淑和。伊是一个老师哦，伊讲即摆有袂少家庭功能无解完整的囡仔，
因成长的过程是真艰难，所以甲学生的故事来写作歌词，望讲来鼓励这囡仔，嘛呈现出无共款的台语歌。无人听的囡仔，大爱的陪你无算啥，大汉的时间安怎变化，无人讲会听。这首歌唔正经，用歌词写囡仔为着生活爱提早出社会，未来歹暗算。杨小河唔但是音乐创作者，嘛是劳动高尚的中文老师。伊讲定会看到破碎的家庭对囡仔的影响。杨小河的台语专辑像咱这款人，甲这的故事写入歌词，嘛记录济成长过程的伤痕、社会观察和台湾文史。今年伊入围最佳台语男性歌手、最佳台语专辑奖等等当中4项。可能对高中开始就要开始去打工，伊的生活开始甲一般伫读册囡仔可能就无啥共款，所以真想要甲安尼一个角度甲记录落来，后去看讲咱即马这个社会到底是啥物款的状况。杨小河对大学毕业就转到宜兰讲乡教册，今年30岁，从细汉就爱唱歌，对高中开始写诗、写散文等等，定受到文学奖的肯定。像咱这款人是杨小河的第2张台语专辑，伊讲伊所想要做的台语音乐，都是家己个的文化底子唱给世界听。金曲奖这台语专辑百花齐放，我感觉我代表的某一个部分，就是我想要将台语这个文化，用我现代我学习到的流行音乐的这个一寡know how也好，还是技巧也好，想要把语言的文化表达的特殊性，放入我的音乐内底。杨小河表示，学生会听伊的歌，嘛希望透过音乐替家庭功能无完整的囡仔发声。伊嘛甲专辑内底最后一首歌《混日》当作是送给学生的毕业歌，希望鼓励囡仔唔通惊青春时期目掉的土沙甲运命的伤痕。双脚要去踏，心爱抓好定，过去。今晚拢顺行。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宜兰报道。再来看美国的东部甲中部地区哦，最近有小影，温度是超过40度，有真侪民众哦拢未堪治。伫马里兰顶所在哦，路拢变形了，气象单位嘛发布高温的警告。温度真悬，警车嘛热甲挡袂牢，就要用拍火水头抓水来降温。曼哈顿北部的华盛顿高地的居民嘛，紧去附近找闪热的中心，要来避这热影的侵袭。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布鲁克林、曼哈顿、史塔登岛这所在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暗算持续到日时暗时8点，危险高温可能到-42度。居民会当敲电话问你家己上近的美热中心伫倒。Beber mucha agua, usar filtro, porque imagínate no es fácil, porque eso ya te hace daño de tan fuerte que está.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美国东北部分地区的高温记录是一直创新高，其中红叫做是曼哈顿之西的纽约中央公园，23是测到-35.56度的高温，打破对1888年以来的记录。气象局嘛针对美国东部1/3大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告和高温警示，至少29个州1.6亿人受到影响。Some places tomorrow could be all-time for June, not just daily records. Each year it seems to be getting hotter. The water temperatures off the coast are getting hotter. Hurricane seasons seem to be getting longer. Be a real signal there. Heat is definitely a killer. 气象学家讲，这种更较剧烈的气候形态，会是一种热强现象。这种高压系统会把空气困掉，让气温一直起嚟，定定会持续3天，也是更较久。即马天气变热，湿气会更较侪，极端气候的事件嘛会变甲更较侪。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所以就爱第一届是依挂，那爱到第二届就是惯犯，你看一下。我爱你家。